来看苗栗张杰姓5的查某人哦，伊带9岁后生甲8个月大的查某阿英啊，伫厝里小团自杀。警察到现场，这2个囡仔已经死了，妈妈伫急救了后，暂时是无性命的危险。卫生福利部嘛统计讲，最近8档父母带囡仔自杀案件，已经牺牲74个囡仔了。医护人员是呼吁讲，家长就应该爱尊重囡仔的性命权。34岁姓吴的查某人胸坎有用刀啊抬着伤，有关有性命现象，救护人员赶紧抢救。也毋过伫处理9岁后生甲8个月大的查某囝已经明显死亡。苗栗头份车7传出家庭悲剧，家属赶来到位是规个晕劣涂骹。接获指挥中心派遣自杀救护，到达现场发现患者3名，2名孩童已明显死亡，1名妈妈仍有生命征象，明显外伤。给予轻型伤口止血包扎，送往围攻医院急救。苗栗警消初步研判，现场无外力入侵，那亲像是姓吴的查某人烧炭，再个自我伤害，送病院治疗暂时无生命危险。也毋过一对后生查某囝是已经死亡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家长带囡仔行底路的案件，伫咧2017年到2024年期间，造成74个囡仔死亡。日后人民呼吁父母应该尊重囡仔的生命权。做出这样子杀子自杀的情况，通常都是认为说孩子要跟着自己最好嘛。所以某种程度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财产，所以他可以决定他的生死，以及决定他要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情况，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哦。通常这一类案件呢，60%过去都没有进到我们的社福的一个服务，所以预防上面的难度非常的高。卫福部表示，分析家长带囡仔行地路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经济困境、照顾者身心状况无好、婚姻出问题、照顾压力上大等等。也毋过60%的案件拢无进入社福体系，所以建议大人应该冷静处理代志，找资源来协助。周边的亲戚朋友若是发现状况，嘛会当主动来通报，莫互悲剧再发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